Hello，大家好，我是高本，欢迎收看福气乐业。天时好的时节，大家想去哪里聊聊呢？高本同大家推荐一个地方哦，就是我们高雄的美浓。讲到美浓，大家因为闻到讲，以前佢是一个种青岛盐业的地方，不过等等时代的转变，政府冇睇住盐业之后呢，一啲农民就面臨到一個農業轉型的問題哦。好彩呀，美濃嘅農會跳出來同我哋農民朋友傾訴。嗰時候正有根本呢，我哋行喺度嘅朋友都批嚟啦，陳買強、토마토也係講水蓮、鳳頭等等安好嘅農產品咯。不過一條農業轉型之路應該冇咁簡單，會唔會有乜嘅辛苦同精彩故事呢？根本呢，我哋特別邀請到美濃農會嘅總幹事鍾長飛大哥嚟到現場，同大家嚟紹介哦。我哋馬上嚟歡迎佢，歡迎鍾大哥。主持人，我哋福氣來嘅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美濃區農會總幹事鍾長飛。今日嚟介紹我哋觀眾朋友美濃好高嘅地方，加邊好食嘅東西。身上我哋美濃農會都面臨一個農業轉型嘅時節，我哋農會最近替我哋農民做了很多乜嘅東西。哇，鍾大哥歡迎來到現場。哇，頭到聽按嚟講，應該根本呢有千多好食好高嘅地方可以同我哋介紹啦吼。鍾大哥，我以前啊去到美濃嘅時節，有聽講美濃有種青島嘅鹽業嘛，嗰時候後輩嘅時節，真有青島農產品。睇下轉變之前，農會嘅到底做乜嘅，可以同大家嚟紹介一下嘛？好，講我哋農會喺個做乜嘅之前，我想先嚟跟我哋觀眾朋友嚟介紹農會係乜嘅一個組織啦。其實我哋美濃區農會嚟講，我哋已經成立100周年嘞。等一下，100年。100年。你對乜嘅時節成立嘅？所以我哋農會係喺民國8年嘅時節就已經成立了。哇！所以我哋農會有100年嘅一個歷史。所以喺100年嘅一個過程之中，除了面臨農業嘅一個轉型以外，我也想跟觀眾朋友介紹一下。其實我哋農會有啲人可能唔夠了解，不過當然一般嘅農民嚟講，可能對農會相當夠了解。咁農會有很多個部門咯，第二我想大家有關係呢，就係講我哋呢兩錢嘅部門、鍍金嘅部門，也講價錢嘅部門。個部門嚟講，就跟我哋一般嘅銀行嘅業務相同，有存款。有放款，或有其他特殊嘅一個業務。咁除了個信用部嘅一個業務以外咯，還有一個最重要嘅部分，就農業推廣嘅部分。那農業推廣嘅部分嚟講，其實我哋可以根據也服務嘅對象嘅唔相同，又還可以分做農事指頭、加邊家政指頭、加邊試驗指頭。咁乜個人都講農事指頭咯，就係針對我哋農業專業嘅一個部分嘅農民嘅一個指頭，包含也技術。管理農業嘅管理，加邊品種嘅更新，就係呢針對專業農民嘅一個部分。咁另外一個部分嚟講，像家政嘅部分，就係針對我哋農村服務朋友，喺咪我哋教研的做體驗專場，比如講佢教研烹飪，教研做冷食嘅東西，農產品嘅加工嘅部分。咁第三個部分就係我哋小朋友。我哋農村嘅青少年嘅部分、青少年嘅部分，跟我哋要教研講我哋嘅實農教育，個也講咧，我哋呢一個農業嘅一個基本，嘅不願意體會也體驗嘅一個農業嘅部分。所以我哋農會有兩派一個跟我哋農民息息相關嘅。咁當然我哋服務嘅對象也唔係搶農民，所以講我哋一個農業嘅推廣，加邊我哋信用部，加比較銀行嘅一個存款、放款嘅一個業務，就加我哋農會規嘅一個主要嘅業務就可能係完整嘅一個呈現。按你談好咧，其實農會同人哋一般嘅生活其實也有相關嘅不過按你除了人哋同頭都同他講有介紹講，農會可以去聽數嘅專業嘅農民嘛。不過人哋假使講人哋唔係專業嘅農民，人都可以有一小塊地，自己愛種菜，假使講有時間愛種東西嘅時間，遇到問題，我可以去請教農會嘅工作人員嘛。可以，只要跟農業相關嘅一個問題。都可以嚟請埋人農會嚟做一個解決。甚至是講，做乜嘅東西假使講種嘅東西需要乜嘅農業嘅器材等等，也可以去請教一下咯。所以聽嚟講，農會嘅兩大部門第一係嘅信用業務，第二係推廣業務。其實睇到主持人講嘅，最重要我哋係一個部門，就係我哋農民嘅農產品嘅一個行銷。
部门，甲边度个种植着作物的时节，伊需要肥料、种子、农药、资材着东西的部分，就系安尼农业第三大部门，就安尼公销部。所以信用推广公销，个就系农业三大最主要的一个业务。安尼规划呢，其实安尼如唔是当好，唔伫我去那遇到问题的是，唔伫去那请，马上去请安尼地方上最值得信赖的朋友，就是那个农业，只要问农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去抢高了吼。仲睇過頭頭我有談過啊，有推廣嘅食農教育部分，底部有一個事件，你就講嘅事件嘅教育吧。有個事件啊，以前有談過有個事件會，佢農非嘅有冇嘅關係啊？個事件教育嘅部分有冇？就係針對農村嘅青少年嘅部分。希望講針對一個青少年嘅時節，除了漢細開始，就可以不容易了解，講甲安尼農業嘅一個運作嘅一個情形。當然也含包括剛才講嘅食農教育嘅部分，讓人可以從細就可以了解講原來安尼就要識安尼一家土地上生產出來嘅好嘅優質嘅農產品，安尼係對安尼個人嘅一個身體係最有幫助嘅。當然個事件教育嘅部分有冇含包括安尼咧手腦身心四大部分。所以安尼嘛希望講安尼小朋友從做中學，應做中學。學中做，可以嚟了解農村嗰邊農業嘅文化、生活嘅一個發展嘅情形。我覺得有個事件都係講身心手腦，冇錯，用數嚟去做嘅，訓練人哋嘅腦皮，用人哋嘅個性，認識人哋嘅農業，認識人哋食嘅東西啊。有個清早以前都係推廣嘅嘛。錯，真是冇簡單嘅農非嘅，可能以前張面都講農非嘅可能買農產品已經有嘅嘛，甚至於講像總體個頭都講嘅，人哋去兩錢啊，去存款安尼，哇，冇想到其實農非嘅地位係有嗰度安尼冇共用同人哋生活息息相關嘅嘅業務呢，吼。不過總體個，自家本身係有耕田嘅嘛，本身一開始都係農夫嘛。我想跟咱觀眾朋友說明，幾多年嘛曾經問我個問題講，假如做總幹事，係咪實際本身就從事農業的一個東西？係啊。講我個大家報告，其實唔是。因為安尼服務的對象係咱農民，甲邊會員，可是安尼農地上班的安尼職業，安尼同仁的時節，安尼本身唔是具有農民的一個身份。不過安尼農地的太家長，就是安尼農地的理事長，伊本身就要有農民的一個身份啦。所以個安尼係冇相同嘅，安尼負責嚟解安尼農民嘅協助業務上嘅協助甲天數，所以個部分嚟講，安尼甲農民嘅互通嘅部分，安尼係有叫做農事小組長。個農事小組長嘛係安尼農民先出來嘅，包括安尼農會嘅代表、理監事，等等全部係真實嘅農民，嚟成立安尼一個農會。嗰時候我喺想講，迄個農會嘅工作係咪一定係農民？結果唔是，係部分嘅工作人員係有農業嘅經驗，一部分係冇。所以你看像聽我講嘅咩，像安尼信用業務就等於一般嘅銀行嘅金融業務，所以當然嚟服務嘅部分方面就要有金融嘅專業。咁就等我講按公銷部門也推廣部門，像推廣嘅部門，喺伊本身係咧負責農事指導嘅方面咧，咁伊可能本身就要有農業嘅一個專業嘅一個背景，那有辦法嚟甲安尼農民嚟天數嚟做輔導。係啊，安尼分工要清清楚吼，各個有各個嘅專業，才可以天數無共用嘅地方。安尼總體講，本身係做乜嘅？當時做乜嘅去到農會嚟工作。我其實民國83年嘅時節，我就歸到美濃農會。不過當然，歸到美濃農會，我感覺嘛係算半路出家啦。因為本身學嘅係啲工科嘅背景，所以我攏係啲做武術嘅咧，所以我後邊也讀工業管理。不過到一次以來就讀到一個機會，加透過考試嘅方式，考入美濃農會嘅保險部門。其實我考入農會嘅保險部門，不過我同我入農會25年之間。我畢業冇一個部門就係安尼保險部門啦，所以其他人事嘅部門啊，我其實攏基本上都有做過。所以講我本人嘅一個經歷嚟講啊，我從83年入到農會做職員開始，到98年，經過15年以後做總幹事，到今也已經做總幹事10年咧，所以我入農會前後已經有25年嘅一個歷史。
哇，安尼老一台客25年的状态讲，不过条条汤安尼讲真神奇呢，本上迄做武术的，结果去考农飞的，结果因为农飞的伊会保险，农飞因为只有无教授都做也去保险，这个故事真是真奇妙呢。不过面对农飞的暗藏的事件啊，你在工作上有拄到某个本影响过什么哦？像你本上都唔会从事农业开始的嘛，你一定有发生过，一定有新手上路有听到好高的事情吧？其实呢，一入农飞的时间哈，老实话讲，早期的一个农飞来讲，他家因为讲伊还个保守的一个地方，不过入到农飞后，可能唔啷有某个背景来做嘛东西。其实等来讲呢，考试可能考保险铺的，可是我当时入医院农飞的时间，我体力工作，就喺医院的那米仓上班。米仓，因为米仓咧当时来讲，米仓嘅环境、工作嘅环境唔係咁理想。不过当时其实安尼闽农农地也拄到安尼米仓有发生一些事件，所以当时这个地方还能模拟而已嘅地方啊。所以后面我遇到个地方嘅时间，我就印象讲，刚啱用我哋改变那个地方，让安尼农民重新得到对安尼农地嘅一个信任。所以当时我做个这个一个工作嘅时间，我时常来讲，像安尼米白农民种出来无嘅，施出来无嘅，种出来谷交付政府嘛，交公粮嘛。过交公粮嘅时间，佢下生理人相当多。过成本农民就因为讲刚爱谷，挑拨生理人，拜托生理人该送来农费，那么过容易搞入安尼农费嘅仓库。某个原因咯，佢就係最主要就讲早期一般嘅农民对农费冇信心。个人对生理人因为讲我东西可能透过生理人嘅时间，可能农费或加生理人可能我各有纠结，也讲各有交情，所以安尼农产品各好卖入农费。过其实俺当时遇到个问题的时间，我就一次因为讲，我就跟我好嘅朋友，当时俺从考入农费嘅一个先生，我讲俺跟农民兼顾嘅时间，俺係咪对俺一般嘅农民，俺兼顾嘅时间，俺個強調嘅，莫按嚴格。可是俺對生理人嘅兼顧嘅時間，俺個嚴格到嘅。乜嘅原因咯？因為俺一定要改變農費嘅一個本農民心中嘅一個印象。喺俺用農民一直感覺講我一定要透過生理人，俺可以將俺農產品、將俺谷可以買到農費，買到個好嘅家私，也講品質上個容易走透。係咁啊，俺就對俺哋農民朋友嚟講，對俺哋農費嘅形象嚟講，就一直冇可能會改善。所以當時我咪跟我嘅朋友、跟我同事講，咁就要透過俺哋呢一個方式，讓農民重新尋到對農費嘅信任感。就係對一件事情開始，農民朋友對農費嘅印象就開始慢慢嚟改變嘅嘛。係，所以因為安尼有冇，咱有後續安尼闽農面臨農業轉型嘅一連串嘅一個故事。哇！觀眾朋友，聽嘅總體嗰個介紹，係唔係對農費業務有更加清楚嘅了解呢？人哋休息一下，還有更多精彩故事同農產品，我同大家來紹介哦。以前人哋講到闽農，就會想到以前嗰片闽農種嘅青島嘅營業。不過唔係對某個時節開始，人哋講到闽農嘅時節，就會講，人哋去綁路皮咧，人哋去賣嘅tomato，甚至於講還有水蓮。是某個時節開始，人哋變做印象講有按多嘅農產品咧，一下就會搶到總太高咯。總太高，某個時節人哋印象係對營業，變做按多無窮嘅農產品啊。其實闽農嘅農業嘅轉型，可以講對2002年，能加入啲 WTO 以後，係能最重要嘅一件事情。其實早期嚟到闽農嘅時間，可能還偏入到闽農會批到2種米線啊，第一係鹽嘅米，鹹鹽嘅時節嘅米線，第二係竹絲米。其實我嗰本最有印象係好講我以前辦事嘅時間，去到闽農，真是有批過像總太講嘅啲鹽嘅米線。不過竹絲米線冇乜嘅印象哩。不過還有最深嘅印象係講，去到闽農嘅產蛋糕啊，看到唔係人家講嘅稻浪，嗰個禾嘅嘅稻浪，人哋鹽入種鹽田嘅嘅稻浪，哇，佢也真強呢。其實我哋闽農早期嚟講，聽佢講嘅咩我哋就種鹽咧，改變屬主嘅。不過因為加入 WTO 以後，
安尼公脉之土废除，盐的也种唔得咧。过买因为安尼比烈日水源保护期，主位也熟唔得咧，所以变成讲安尼闽南的农村的经济面临革命态的一个转型。所以安尼闽南的农业的转型，安尼都不得已的情况之下，所以好比闽南我有讲安尼种植的。安尼陈米香的 tomato， 也香油萝卜，也讲好比面，安尼我种嗰度做手动，长头、短头、太瓜、细瓜，那这位按多位优质的农产品，就是图那个农业转型过程之中，不得不作为一个改变因应。哦，就原本有两个产业嘛，盐业同扣子的，马上改变之后，两个都种唔得。错。不过。闽南的水安好期全部都系伊个水源的保护期哦。错，因为安尼果品还有一个问题所以安尼属猪的产业，其实弄把闽南的有猪的，在市场上嘛相当有名。可是为了那个水源，安尼人的饮食的安全更重要。所以安尼那个猪的就完全禁止。所以安当时政府就推出一个离牧政策，就安尼闽南的猪的就完全就离开安尼闽南的一个市场。哦，原来安尼。不过总体讲，能做一个农业的转型啊，做乜嘅能会想到讲，选一条像萝卜的啦、tomato啦，种一条头的，能应用办去选到一个农产品呢？好，所以他讲嘅，按盐的这个面积的时间有2000人高，甲盐的种唔得的时间，甲侬把安尼闽南革命习惯，就会种2期盐的，2期无的，甲变1期盐的。可是甲安尼想讲，甲盐的种唔得的时间，甲安尼种的无的，老实话讲，侬把主要经济的来源还是种盐的收入吧。种无的来讲就叫公粮，给不政府，他甲侬地，给不政府的东西有无？那就总比量改面太就好诶，品质唔是高啊，因为政府无敢讲诶，也无的品质好唔好的问题，想讲也产量要出来，所以安尼情况之下啊，安尼闽南农民做体的改变就讲诶，跟安尼闽南种的无诶，安尼多民嘅93年的时间，俺就去参加比赛，参加全国的体界的米质的比赛，结果体排比赛就得到第2名，全国第2名。哇，很厉害！这时节米系能用体配中国的拿去比赛嘛？错，俺就想讲，侬把他家既然侬无注重俺的米的一个品质，跟俺能跟盐的种唔得的时间，俺能过俺的米买到更好的价值的时间，俺能就要辅导农民种出更优质的一个米来面对俺的新的一个市场，嘛可以面临进口米的一个冲击。所以讲，俺的米的部分来讲，T百一参加比赛得到安好的一个成绩以后，让俺的闽南的农民就感觉讲，哎哟，原来俺的闽南米嘛可以按等着，没像池上米啦、西螺米啦也按好，所以让俺的农民渐渐的针对那个无的产业，海边米就会来发展出，像头到俺们讲俺们起做的一个闽南的良质米，高雄一时期的那个米，所以俺的闽南米的推动就喺图个情况之下，慢慢的行出来。当然除了米以外，他讲拢地啊，中国的农民来讲也属于还能革命社会。根本冇办法用农村的一个经济可以输到一个基本的一个打败。所以安尼情况之下呢，我安尼就推出闽南的日光山的一个木瓜。木瓜，因为既然像中国的冇办法温饱的时间，咁安尼要种一些高速作物、高经济的高速作物，所以俺就选择了木瓜。所以俺嘛推出一个用俺的闽南最高的一个山，日光山，做出来一个闽南日光山的品牌一个木瓜，用俺那等留下来的4000甲左右的一个优良的农地，可以种植更多的作物。所以个时节，俺哋盐的冇办法种诶，来俺哋无的地铺该种比较好的诶，搞无种比较好的时节，甲接下伊为了按用俺哋经济较好，俺就种木瓜、种棕枣、种柠檬，就高速作物，好让俺哋的农地可以继续的一个利用。当然，除了个高速作物以后呢，我按接下伊就他家头主持人嘛讲的部分，甲俺哋的拍肉萝卜。个时节冒出来，甲拍肉萝卜个时节，个年年会图个时节上台呢，因为他讲侬地，侬把俺哋田球地不还能种盐的呀，可是萝卜的还种出来呀，个细萝卜还种呀，种喺度天神面前，来这个米俺哋尤其俺客家人，革命勤俭，来下个一些水利体，一边各方一些体内。伊就唔会弄起，伊就要种东西。有味的都有味就要种下伊，所以侬把田球地边还能种盐呢，
别国的天来啊，方还能种西罗皮的。可是现在已经离开那个天球方地位的，甲那个西罗皮的就正式行业以按天球地位。可以讲的那个已经升一级的。侬把美国种植的作物变成一个主力的作物，种在土还能正规的天球地位。所以潘永罗皮还能因为现在的没落，甲边现在的推出，所以潘永罗皮能有机会行业那个天球中间的一个舞台。那除了一个潘永罗皮以外呢，其实安尼潘永罗皮的按多年的一个过程之中，他敢弄地，安尼帮罗皮的，侬把他敢侬讲，还有拔萝卜，真是。其实农村的老人家来讲，有冇，签已经过多诶，像帮罗皮的。比罗皮的，从天球地位筛出伊个时间，其实还是一件quite辛苦的事情。其實人哋看胖用羅皮的細細一條毛一蟲哦，唔過按到接下風來吼，其實也quite蟲人家要去辦公，也要去辦公。所以一個羅皮的嚟講，有冇幫羅皮的採收羅皮的已經體力加勞力的部分，其實相當的多。所以後邊面安尼農夫就有推廣一個安尼羅皮的股東費。羅皮的股東費最主要就講嘅。哎呦，咁安尼農民朋友幫羅皮的安辛苦，可是都市方的遊客嚟到安尼面農，嚟到天球地位，幫羅皮的時節，也幫佢安歡喜。所以講，按就透過阿個羅皮的股東費，希望講按都市的消費者也好，和安尼遊客也好，可以嚟到面農的天球地位，一來可以減少安尼農村人力的一個支出，二來嘛可以帶俾人一個農村體驗。休閒農業的一個風氣的帶動，所以講阿個碰到嘅一個羅皮來講，麼就同人係講嘅，因為現在離開安尼阿個天球地位，所以拍種羅皮趁勢入門。咁除了當然碰到羅皮以外，當然接下來安尼農業它搞到啲農村的人口越來越老嘅，也越來越少嘅。錯，所以安尼想個帶動過後生嘅農民朋友，好，嗰度細阿弟嘅細阿妹嘅，可以歸到農村繼續來傳承安尼農業嘅一個部分。咁下個時節，安尼另外一個作物，就安尼嘅陳米香番茄，就安那個細토마토，啊，咁樣食嘅個細토마토就產生嘅。嗰個咁樣食嘅啊細토마토呢，而會產生最主要一個背景就很容易，因為阿個家嘅行銷嘅方式佢相同。用講咯，因為安尼後生嘅，啥嘢係明日槍白樹機嘅，明日槍雙樣，高天咯，高我哋山西嘅產品。不過阿個時間咯，甲用토마토嘅方式，甲按頭慢咁講嘅，像按你無嘅，按你農地嘅開裝。好，嗰個潘永羅皮，按你可能會送去市場，會做按你嘅羅皮糕、羅皮嘅加工，也可能會揾遊客嚟幫羅皮嚟帶動農業旅行嘅一個風氣。甲阿個陳米香細토마토咯。安尼想嘅一個另外一個方式，既然阿哋後生嘅古來嘅時節，唔該揾嘢種嘅就鬼無聊嘅作物嘅時節，人可能唔免過有興趣啊。佢也冇感覺講，哦，阿個山質安大，種嘅無賺乜嘅錢，梗係安尼可能喺古來愛熟生意咧，愛熟食咧，梗係可能會冇辦法嚟負擔阿種嘅一個經濟上嘅一個負擔。加鹽嘅時節，就提出講阿個加嚟種阿個細토마토嘅時節。係咪可以讓人的經濟狀況會更好？嗰個加上也一個行銷的方式，因為透過頭嚟講嘅咩，因為透過白書記嘅雙面高天路嘅時節，所以最重要嘅一個陳米香토마토，伊就係完全透過一個栽培通路嘅方式，阿個又行出另外一個產業嘅生產咁樣行銷嘅模式。也就係按呢，可以幫後生嘅朋友、農民朋友過來嘅時節，增加佢哋嘅收入，也可以更加增加佢哋嘅成就感。就說佢哋除了用名路來行銷，生產嘅時節順勢增加佢哋農產品嘅能見度，就按呢。不過從睇個頭頭有講到唔能嘅羅皮地啊，唔能要加工去做羅皮乾係咩？係錯，因為其實哈，他講講啲按客家人啊哈。除了改名傾聽以外，所以幾條羅皮咧，從羅皮咧嘅葉咧，到羅皮咧本身，每一個地方伊攏唔會弄起來。嗰安尼尤其安尼客家人，佢會做乜嘅啊？滷味通造、醃製文化，還有安尼客家文化，加名重要嘅一個飲食文化嘅其中之一。所以俺就利用安尼羅皮咧，萬一生產嘅時節、食唔起嘅時節，安尼做乜嘅呢？做羅皮糕，做羅皮，唔好弄起來。個羅皮嘅葉咧呢，安尼做羅皮苗。所以幾條羅皮咧，從以每一個鋪位，甲邊每一種嘅生產嘅加工嘅一個方式，攏代表安尼客家家民多元嘅飲食文化。
也顺势代表俺哋客家先民的智慧路錯。迄尾也嘅都係俺哋農夫嘅神山那個羅皮乾啊。錯，個部分嚟講吼，片咧個係朋友羅皮乾，不過另外做片咧係羅皮。羅皮咯。係，個羅皮其實吼，根據大家明白我已經講嘅有金，因為羅皮空越久越值錢，所以俺哋客家人嘅一個智慧地位，因為講咁係東西我講實唔係，挑起嚟又弄起嚟，咁我哋該做羅皮，可以空越久，就像人嘅羅酒樣嘅，越陳越香越貴。所以個羅皮就係相同嘅，安尼的一個意思。哇，安尼仲係個糖烘類人哋烹用羅皮咧，對頭到尾全部都有用咧。安尼佢做料理也應該真貼切咯。係，所以一天我就為了介紹個個烹用羅皮嘅相關呢個料理咧，幫咱觀眾朋友來看得到、識唔到來想你一下。係哦，那呢觀眾朋友，等下呢，我哋休息一下，繼續嚟紹介精彩農產品同好食嘅料理咯。哇，前面啊，總係個更介紹更詳嚟講，羅皮咧按好可以做好食嘅料理，加上咧現場看到冇，也個就係羅皮咧，現場全部係幾樣米線咧，總係個，更加加同嚟介紹一下，到底我嘅羅皮乾、羅皮咧可以做乜嘅料理好冇？哇，清香咧更香啊！所以我哋觀眾朋友吼，我哋主持人來做下呢羅皮啦吼，所以我今日簡單介紹一個吼。羅皮的一個料理嘅方式啦，吼！我今日給大家介紹嘅就係三胎同堂嘅羅皮雞湯。雞湯還有三胎同堂？係，乜嘢叫三胎同堂咯？就表示講老中青三胎咪吼。所以個煮雞湯嘅時節，羅皮咧係用乜嘢？用生羅皮，新鮮嘅生羅皮，加邊羅皮角，中生胎嘅羅皮角，該用T3嘅。老人家咧羅皮，就一個羅皮嘛。所以三種羅皮咧嚟做羅皮雞湯嘅時節，又可以更加咧有三胎冇相同嘅一個口感、口味，有層次嚟呈現個羅皮雞湯。我第一擺聽到有個三胎同堂嘅雞湯咧，個羅皮咧一聽我有規定講，嗰一道寫嘛。像農業主持人嘅部分嚟講，吼，就係已經切絲嘅咧，切絲羅皮。觀眾朋友唔看到冇？有個糊嘅羅皮佢切絲哦。切絲安尼不用7年嘅嘛。錯。嗰咧羅皮吼，就像老人家用嘅，越老越值錢。因為佢充滿着。像老人家越多些時間，也智慧越高啊，所以看過嘅事情過多啊。所以羅皮嚟講，有冇係一年比一年過貴？安尼仲係個農非米農嘅農產品，到底有冇個特色啦？好，其實米農嘅農產品，我明白講米農嘅農產品就係冇特色啦。冇特色嘅意思就講米農嘅農產品較為多元豐富。因為講，像頭先講嘅咩，從米農米開始，到種植木瓜、老派嘅檸檬，果樹作物。多頭都人家主持人講嘅，烹調羅皮、陳皮香、番茄，嗰除了阿豆以外，還幾多？像頭都藝術網做薯片嘅咧，紅頭嘅、烏頭嘅、黃頭嘅，就測量作物，嘛係同米農品嘢嘛加面多。其實米農嘅紅頭嘅面積，搶比屏東嘅板蛋國少一些些咧，有來到1200人高。我米農嘅紅頭嘅，嘛冇用巴拉瓜做三手粒粒。所種出的一個風頭嘅，嘛相當嘅有個特色。過其實他講攏個啲，米農人家民實忙啊，一年四季有冇天氣攏表唔得一限啊。所以從明年嘅10月嘅時間，除了個時間，除了可以種烹個羅皮，可以種紅色嘅風頭嘅，可以種橄欖色嘅陳皮香番茄以外，又還可以種乜嘢啊？紫色嘅吊菜嘅，長頭嘅、短頭嘅、泰瓜、西瓜。啲農產品全部都同米農皮平原土個種出來，所以講米農一年四季嘅農產品嚟講，相當多元甲邊豐富。你仲係個糖烘類米農根本就係人講嘅植物園農產品嘅農產園共用啊！伊過去嘅時節可以看到，哇，很多種無共樣嘅農產品。人對一個農產品有信心，應該會同一條農產品上一個親和享受嘅方式，從前面
头都有谈到总太国介绍嘛，能还用推动一个农村嘅小旅行，佢係加拍一個農產品的嘛？係錯。其實我聽來講啊，嗬，安尼闽農有按多一個優質的一個農產品，所以我哋感覺講，安尼闽農各有可能性，可以帶動綠級產業的一個發展。我看到綠級產業咯，就講大家一般安尼農民咧一級的生產，二級的加工，和蘿蔔皮啊在加工，三級的就係安尼咧休閒服務產業的一個帶動。所以安尼有按多的農產品的世界，又有按好高的地方的世界。該有按好嘅客家文化，所以三種嘅結合嘅時節，咱就是你咪講，咁安尼闽農嘅農業一直轉型，尤其好生嘅古來，沿背條耕田啊，沿背條嚟做滷蘿皮咧，嚟做蘿皮角啊，也做蘿皮啦，咁沿某一天可以同當時嘅一個產業嚟發展，就按你睇講嘅，按你休閒農業嘅一個部分，所以我哋希望講，按你闽農嘅作物按多元嘅時節。可以更加豐富，講按遊客嚟到闽農嘅世界，同無相同嘅季節嘅世界，攏可以看到無相同嘅農產品。就像大家安尼觀眾朋友，大家攏知嘅，像安尼闽農嘅野菜之一，野菜嘅地名，安尼乜嘢啊？雅典嘅，水蓮，就安尼一般人講水蓮，不過安尼同闽農，安尼同闽農嚟講，按去年嘅嚟講，就甲個水蓮已經證明改做雅典嘅咧，因為就係證明講伊本身係野生嘅一個作物。不過除了我看安尼咧。闽農嘅雅典嘅以外，還有福菜、拍鳳崗，三種就係闽農嘅野菜。所以我感覺講，透過農業本身一個產業嘅一個轉型嘅過程之中，係可以嚟加入一個機會，嚟帶動我哋一個農業休閒觀光嘅部分嚟講，嘛可以用我哋老中青三代，唔係除咗蘿蔔雞湯，嘛可以老中青三代嘅闽農人，可以同阿隻嘅可以安居樂業，我感覺個對我哋一個。農業嘅發展，甲邊農村嘅一個改變，嘛係最重要嘅一個課題。一個青海咧，假使講像，人哋我去個料啦，我去個摘菜，假使講有一個行長嘅話，喺春天嘅時節，去到闽農可以摘埋個菜啊。熱天嘅時節，去到闽農又可以摘埋個菜，我第一冬天過夜嘅時節可以綁個蘿蔔咧，我將第一個。冬天可以綁蘿蔔咧，其實冬天到春天嘅時節，還有一個摘토마토嘅一個法通。所以個部分也可以。過去像比如講，安尼熱天嘅時節，就可以以安尼咧闽農嘅有個水準，可以嚟搞安尼飄飄河，上禮拜安尼闽農嘅水準禮拜，就嗰度新人咧就會搞飄飄河嘅一些法通，加水準文化，因為安尼有客家地方就有。個農業有農業部分就有個水準的一個文化，個水準文化對闽農來講嘛係相當重要的一個文化一個內涵。所以我哋希望講，就係無相同的季節的時節，攏可以嚟闽農體驗無相同的部分。像前一場嘅，安尼咧總統也好，蔡總統也好，啊，嗰邊安尼柯市長嘛好，嘛以安尼雅典同行，看安尼咧雅典人用的種、用的菜、用的色雅典的，所以。個東西來講，其實嘛，咁樣豐富嘅一個農業嘅旅遊嘅一個元素。安尼闽農當然間按度好高嘅小旅行嘅內容，到底係嘛嘅可以請總太國嚟介紹一下冇？譬如講，能有規劃一個2天1夜啦，喺1年嘅行程，嚟可以去闽農搞嘅嘛？安尼其實安尼闽農安尼農會本身就有推出四季嘅農遊，個發通，好像頭先大家講嘅咩可能安尼春天嘅時節可以嚟摘토마토，可以像安尼雅典嘅嚟講，安尼1年4季農遊，像安尼木瓜嘛相同，採木瓜嘅發通嘛係1年4季攏可以。也可以去摘嘅木瓜。錯，安尼木瓜其實也嘛係。安尼闽農革命重要嘅一個農產品，尤其安尼一個葉公山嘅品牌嘅木瓜，尤其安尼木瓜外銷嘅時節，禮拜木瓜可以外銷日本，就係安尼闽農嘅葉公山嘅一個木瓜。所以講啊，個木瓜嘅產業嚟講，除了安尼本身到批發市場以外，安尼嘛有開放廣播安尼遊客嚟移到安天橋迪拜嚟教人用嘅採木瓜一個法通，個嘛係安尼農業體驗加邊旅遊嘅一個重要嘅一個方向。安尼有個農會辦嘅一種旅遊嘅行程啊，我用嚟去報名，去網站上也係直接打電話去問個好。咁啊，安尼網站上也講打電話嚟問攏可以，尤其安尼每年攏會辦理嘅蘿蔔節嘅一個相關嘅法通，因為其實秋天甲冬天嘅時節，時節天氣過涼爽，過好，所以講安尼明年嘅9月嘅開始到次年嘅3月嘅左右，半年底部個秋冬旅遊嘅部分就係安尼一個旺季，除咗等下講嘅可以綁蘿蔔咧。佢哋摘토마토，佢哋摘木瓜，佢以安尼雅典糖，底下看看原來闽農式嘅雅典咧，哇，竟然係安藏用甲粗樣嘅咩？
所以讲啊，的体验的一个活动来讲吼，啊，能秋冬的一个小旅行、农业的体验旅行，就是啊，能这主要的一个季节。安尼唐风的米农也个农非推动个旅行，轻热门、轻夯，你刚安尼讲的，应该会提早差不多最少一张月可先去预定张有发多。尤其安尼咧落魄咧古董机吼，每摆一上명一开始，干物件干物鸟砂吼就已经买起咧，所以过近其实安尼嘛发展另外一个部分，除了安尼农体所办的一个类似官方的一个法通以外，安尼今嘛。积极的辅导安尼后生的，愿意家来攀，所以听我讲咧，安尼后生的鼓励的时间，安尼带动绿基化产业的时间，就讲用下啲后生的愿意家接银行，愿意家攀法通，来吸啊到外地的游客，可以去外地的游客的时间，嘛可以享受yen的一个农产品。就像听我讲咧，安尼嗰度后生的农民朋友，伊可能会种一些落魄田，不也客户来帮落魄的。個有目的係咧乜嘅咯？有目的係咧買tomato。所以遊客來嘅時間，咁遊客就會長期嘅保持一個好嘅一個關係嘛。其實幫種落魄嘅成本相當嘅大，可是伊可以透過一個體驗嘅一個發通，讓安尼嘅遊客對安尼農村留下好嘅印象，對安尼個農民嘅工作嘅方式，佢留下一個好嘅印象。安尼時間，安尼如果買一個栽培嘅洗tomato嘅時間，研究會享受過好。就用安尼的方式来享受，就生產同享受，鄉下甲鄉下1+1大於2安尼嘅。所以我講，嗰段嘢我講，安尼米農嘅層面上，tomato樣可以賣多安尼嘅長途，嚟講，跟客家人嘅精神嘛有相關。就像頭先嚟講嘅，安尼按多優質嘅農產品，其實按同安尼米農農地嘅超市都有賣。講係乜嘅人特別講安尼咯，就係安尼米農嘅鄉親，伊鼓勵米農了嘅時間，而家這個時間一條依人超市行一轉。伊聽下阿豆米農嘅米，阿豆米農嘅蘿蔔乾，米農嘅蘿蔔，米農嘅紅頭嘅、烏頭嘅、黃頭嘅，隔邊也阿豆木瓜、阿豆農產品，也希望講加豆農產品帶歸沿迄個地方，一來可以慰藉人嘅鄉愁，二來可以幫助安尼農民嘅享受。所以我感覺阿個呢米農嘅農產品嘅享受，甲其他地方有個幾大嘅冇相同嘅地方。真是也就是米農之寶。哇！觀眾朋友，今日堂嘅總太個介紹，張皮下講農非真是係我哋嘅好朋友哦。像農民朋友愛種乜嘅，愛推廣乜嘅農產品，請農非嘅，啊我哋愛買乜嘅農產品，甚至於講愛去奈老了有乜嘅好嘅農產品，也係請農非嘅喲。希望大家有閒去米農老了嘅時節，順勢來去米農農非留一下，看下先有乜嘅好嘅農產品，可以順勢帶過去度卡支持我哋在地嘅農業喎。今日千歡喜，也請感謝總太哥來到現場，帶來按精彩的故事同按好的農產品哦。多謝總太哥。好，感謝主持人嘛，感謝我哋觀眾朋友，分享大家有閒的米農了。哇，去米農老了之前呢，做嘅研究嘅，我哋繼續先來聽段老師來做運動咯。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又到係好好運動嘅時間了哦。我係永權，今日要教大家係拉丁有氧。拉丁有氧的節奏呢，還有拍子會比較快哦。從阿能同下哼起來，團熱情搖擺一下哦。好，開始了浪步哦。好，加上個扭腰擺臀。來暖身一下，踏並步來，兩條，用扎。來訓練呢，跟條來左撇右撇，跟條伸出去，
好，胸口哦，前、旁、后、旁，前推出去，旁，后背，后，老杨田呢？好，来弯片，前、旁、后、旁，前面。好，前面开始开，哈哈，打算说开，哈哈，打算速度来一，你。可以嗎？停上來啊！南夫，我哋嚟做主運動嘅哦。踏并步來，你的臀部留喺最後，加上你蛇腰，好，加上手。踢的动作同踢的动作两分开哦，来，看，踢的，胸口大块，好，速度加快哦，抖动。用大手提前面，打双腳，彎片，踢的動作，快，哈，係哈，踢的動作，踏並。手肩，胸口，好，打上來，一、二、三，腳送出去，好，再擺哦，加上個臀部哦，一、二、三，好，要畫一個圓，擺得陽看呢，好，彎片，聽你耶，二、三、四，好，前面哦，再擺，六、七、八，一、二、三、四，又來。
T 的动作都加一片哦。踏并，胸口，屈眼，屈一卡过來哦，加上的數，上的數，再擺來，輕鬆哦，踏並步來。胸口抖肩，屈眼，很重的唔怕，你慢慢的来，稍微休息一下，喝杯水，喘口气，可以发耳痛，放下，再来运动哦。吸气，呼气。踏并步，缓和一下。等下重跳的哦，可以吗？停上来哦。准备，开始来。踏并，抖胸部。扭腰，擘眼睛呢？過來，很多人同我跳舞，心情會過好哦，整條毛變得過好哦。好，吸氣，呼氣，好，弓箭步來。來穩片，用一個綁衝哦。好，好來再擺哦，很鬆哦。來調節你的呼吸，要繼續呼吸哦。準備開始來，踏並，胸部來，胸口抖肩，畫圓，很鬆哦。踏並步，胸部，擘眼，喘一下，吸氣，呼氣。等下從頭呼吸一擺哦。準備開始來，踏並，胸口，好轉。
好，今日的创作呢，好唔好冇？好唔好呀哈？安尼好好运动，下次再会了。